自2025年10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看见异象，成就主心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40章第10到4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0章。阮受奉祝的第25年，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第14年正月初10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甲我带去以色列地。伫异象中，上主甲我下伫以色列地一座极悬的山，山的南边若亲像有一座城。伊带我去遐，我看见一个人。伊的形状亲像铜发光，手提麻色甲罗德的牛尺，徛伫门口。伊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我甲你吩咐的，你着详细看，注意听，搁记伫心内，因为这是我带你来遮的目的。你着将所看见的一切，拢甲以色列人讲。”我看见圣殿四周围有围墙，迄人手提一支3公尺长的罗德尺，伊量墙悬3公尺到3公尺。伊到东门爬上垭仔，量门的护顶宽3公尺。遐嘛有守卫室，逐间长3公尺，宽3公尺。房间甲房间中间让2公尺半。走廊有一个门往圣殿，迄个门的护顶宽3公尺。伊让要去圣殿的门的走廊宽3公尺。伊阁让通去圣殿迄个走廊宽4公尺，柄条高1公尺。东门的守卫室，这边3间，迄边3间，逐间大小拢相款，两边的柄条高度嘛相款。伊让东门的入口宽5公尺，门本身6公尺半。逐间守卫室的头前拢有墙仔，悬50公分。高50公分，房间的长甲宽拢3公尺。两边守卫室的门相对，这边守卫室的外壁量到迄边守卫室的外壁有12公尺半。伊顺墙梁到通去外庭的墙长30公尺。伊阁对大门口这边量到走廊后面的墙长25公尺。逐间守卫室壁条甲壁条的中间以及走廊两边拢有窗仔，壁条顶面有刻樟树。迄个人带我去外庭，外庭周围有30间房间，涂骹铺石。铺石的路对内庭踅到外庭，宽度甲门同款。外庭铺的路比内庭较低。伊阁让对内庭的门到外庭外壁的门长50公尺，北边甲东边相款。迄个人阁让外庭北门的长甲宽。走廊两边各有3间守卫室，两边的壁条以及走廊的寸尺甲东门相款，长25公尺，宽12公尺半。走廊窗仔甲雕刻的樟树拢甲东门的寸尺同款。走廊的入口爬7层垭仔，上到北门。走廊另外一边通外庭。内庭有一个门甲北门相对，北边甲东边拢相款。伊让
即两个门的距离长50公尺。迄个人带我行对南边，去到南门，伊让即个门两边的壁条以及走廊的寸尺，拢甲头前两个门同款。即个门两边甲走廊四周围拢有窗仔，甲头前梁的窗仔同款。门的走廊长25公尺，宽12公尺半。走廊的入口爬7层行仔上到南门，走廊另外一边窗外埕。走廊的壁条有刻樟树，这边一丛，迄边一丛。内埕南面嘛有门，迄个人让这两个门中间的距离长50公尺。迄个人带我对南门入去内埕，伊让内埕的南门寸尺甲外埕的门相款。这个守卫室、走廊甲壁条大小，拢甲其他的门同款。这个门甲走廊四周围拢有窗仔，门的走廊长25公尺，宽12公尺半。四面有走廊，长25公尺，宽12公尺半。走廊面向外埕，壁条有刻樟树，爬8层行仔就通到这个门。迄个人带我对东门入去内埕，伊让内埕的东门寸尺甲外埕的门相款。这个守卫室、走廊甲壁条大小，拢甲其他的门同款。这个门甲走廊四周围拢有窗仔，门的走廊长25公尺，宽12公尺半。走廊面向外埕，门两边的壁条拢有刻樟树，爬8层行仔就通到这个门。迄个人带我对北门入去内埕，伊让内埕的北门寸尺甲外埕的门相款。伊嘛让这个守卫室、走廊甲壁条门的四周围拢有窗仔，门的走廊长25公尺，宽12公尺半。走廊面向外埕，走廊两边的壁条拢有刻樟树，爬8层行仔就通到这个门。伫这个门的走廊边仔，拢有一间有门的房间，这是伫遐洗烧化剂的精生。走廊有下桌仔，这边2块，迄边2块，因伫这个桌仔顶刣烧化剂、烧醉剂甲飞剂剂的精生。走廊要去北门的门口，往外面迄边有2块桌仔，往内面这边嘛有2块，所以大门两边各有4块桌仔，总共有8块，通伫迄顶面刣献祭的精生。烧化剂要用的桌仔有4块，这个桌仔是用石头拍，悬50公分，桌面长宽拢是75公分。刣烧化剂甲其他祭祀的精生要用的器具下伫桌顶。走廊四周围的壁有钩仔，长7公分半，献祭的肉拢下伫桌顶。迄个人带我入去内埕，内埕有2间为着唱歌的人设的房间，一间伫北门的边仔往南，一间伫南门的边仔往北。伊甲我讲，往南的房间是要互伫圣殿侍奉的祭司用的，往北的房间是要互伫祭坛侍奉的祭司用的。
这祭司拢是入味制作中杀毒的后代，只有因通来上主面前侍奉。迄人各让内埕长宽，拢是50公尺。这段伫圣殿头前，伊搁带我去到圣殿头前的走廊，伊让走廊的壁条高2公尺半，门的宽7公尺，两边的壁高拢是1公尺半。走廊的长10公尺，宽5公尺半，人着爬行才会当去到走廊。瓦棍壁条有条仔，这边一支，迄边一支。看见异象，成就主心意。以色列人流亡的第25年，上帝伫狩猎者中间竞选以西结，互伊看见一个震撼的异象。一座新的圣殿是上帝亲自设计的基础。这座圣殿宏伟、神圣、排列舒适，对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来讲，毋单单是信仰中建的希望，搁也是上帝要再次甲伊子民三角大的宣告。这异象的起头是一个重要的呼召，上帝的一位使者甲以西结带到一座悬山顶，清楚吩咐伊：你着详细看，注意听，搁记伫心内，因为这是我带你来遮的目的。你着将所有看见的一切，拢甲以色列人讲。这毋是单纯的视觉震撼，是来自上帝的呼召。上帝爱以西结成做见证者甲传递者，将伊的心意传予拄伫咧苦难中的子民。伫异象中，以西结看到上帝的使者详细地量圣殿的每一个部分，包括每一道墙、门骹口、门廊、门、通道和每一个房间，拢精准测量，分别为圣。先知所看见的，毋单单是砖仔甲寸尺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特殊重建计划。这会真有特殊的安排，象征上帝要重建伊的圣殿，搁重新塑造伊的子民。上帝要恢复因受罪甲流亡拍碎的生命特殊，重建掠以家己做中心的新特殊。伫今仔日的台湾，咱是毋是也拄好处踮一种受掠的状态，看袂到远望？人民面对政党的对立，少年人面对无平等的社会结构，劳工、移工和原住民面对刻板印象的歧视，年老的长者面对逐渐失灵的痛苦，因拢在问：上帝敢还甲咱同在？伫绝望的废墟中，上帝亲自来向人讲话。伫看起来若像绝望的所在，却有上帝丰盛的应允。这段经文提醒咱，属灵的异象毋单单是互人安慰，更加是爱人承担付诸行动的责任。上帝保护以西结静静观察下定，反正是差遣伊去传讲这个异象，互更较侪人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今仔日的咱，是毋是也愿意亲像先知以西结共款，勇敢为所看见的异象去向人民讲话呢？看见异象，成就主心意，是上帝对每一位信徒的呼召。当咱看见社会的败坏甲教会的迷惘的时，
是毋是也愿意亲像以西结安尼徛起来，毋是空谈未来的理想蓝图，反倒是认真记下上帝予咱的意向甲使命，脚踏实地投入重建、关怀甲侍奉。今仔日，上帝有缘伫超找遐个愿意聆听、观看、记录甲分享伊心意的人。当咱若亲近上帝，就若会当看清破碎世界中的愿望蓝图。当咱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就会当对受掠的人中间诚侪中建的器皿。愿咱伫上帝意象中被触动，伫世界的现场中受差遣，互咱毋单单是看见异象，也会当成就主的心意。讲出上帝爱咱传互即世代的信息。默想，假使上帝互我看见伊的异象，我会勇敢传扬伊的心意无？假使上帝互我看见伊的异象，我会勇敢传扬伊的心意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的异象，也开我的嘴，互我会当传扬你的旨意，成做忠实的见证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